當造有機火龍果，混茄甜入心。炎炎夏日，最好嘅解暑良藥，莫過於係新鮮爽甜嘅生果。首選當造嘅火龍果啦。銀杏館最近又推出咗幾款用有機火龍果嚟炮製嘅菜式。呢一道高原芝士焗深海老虎大蝦，師傅就用上咗越南深海珍寶大虎蝦，再釀入2款唔同嘅芝士，味道特別濃郁。而大虎蝦下面就用咗有機矮瓜同埋脆肉瓜晾底，再配上雪梨汁火龍果醬，酸酸甜甜好開胃啊！而我就特別中意呢一道有機螺螄粉配雙色火龍果車厘茄香草汁啦。我覺得呢一個火龍果嘅茄汁比起平時嘅茄汁多咗一份果甜，顏色鮮艷之餘，食落又好開胃喎。而我非常中意食呢度嘅有機螺螄粉啊，比起出邊唔係有機嘅硬身，多咗一層 al dente 嘅口感啊！食完主菜當然要食埋個甜品啦。呢個純朱古力心太軟配雙色火龍果，流心嘅心太軟配上黃色嘅檸檬汁，好夾啊！而我最中意師傅喺檸檬汁上面所畫嘅龍圖案，好有創意啊！最後嘆埋呢一杯火龍果海藻蜂蜜先至夠圓滿。師傅特登用上咗紅色嘅火龍果，再加埋蜂蜜，甜得嚟又有益健康。